模式，能協助政府各部門同埋企業去更快咁樣落實數字化嘅項目。呢啲 data 咧，好似海嘯咁樣湧入去我哋 database。咁我哋如果用翻我哋叫祖傳嘅代碼咧，咁其實係好難去，未必去 handle 得到。咁大概有33%，我哋喺我哋公司入邊嘅 application 咧，都係會用到一樣嘢叫 agentic AI 唔單止係 Gen AI， 係 agentic AI。而如果我們是用傳統的 Oracle、MySQL Server 等這一些人類型的 database， 我們可以達到比他們在大規模數據分析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比他們要快10倍以上的進度。有咗 data 之後，點樣令到？因為如果我建立啲 data 嘅關係咧，其實可以令到 AI 係更加有效率咁咧去做分析。重要嘅就係而家我哋講 AI， 其實 AI 之前就係講數字化嘅私有化嘅雲平台。咁我哋10年以來就係做 cloud native， 即係雲原生。而家再加 AI， 其實呢啲全部都係 open source。And that's where you get an operational GitHub, a live GitHub, right? So the key here is you need that real time. 越高部2000嘅客戶咧，其實大部分都有用我哋嘅產品嘅。OK， 咁包括中國最大嘅嗰幾個 telecom company 啦，你話聯通啊、電信啊、中移動啊。